有人告訴我，顧小培，你血糖太高，你血脂亦太高。佢話對嗎？好容易確定，量度血糖同血脂便可以。呢個叫定量分析 （quantitative analysis）。可是若有人話俾我知，顧小培，你濕重，我會問，我應該量度乜嘢先知道濕係輕度或嚴重？又或者要量度乜嘢生物指數，確定自己係寒底或熱底？如果一個中醫去美國行醫，面對一位美國病人，告知佢濕重，病人可能莫名其妙。但如果佢嘅血糖同埋血脂高，有數據，病人完全明白。如果我嘅家庭醫生話呢個藥可以排毒，我一定會問排出咗乜嘢嘢，即係我想知道毒嘅化學結構。醫生收咗診金，便有責任去診斷。診斷必須證明某個病理指標有偏差，例如骨質疏鬆，因為驗出骨質密度偏低；痛風，因為血嘅尿酸好高；青光眼，因為眼壓高及視覺模糊。如果有人建議多食或少食某啲食物，例如水果濕熱、苦瓜去濕，你必須有打爛沙盤問到篤嘅態度。原來要戒口，你點知道？即使係中醫或西醫講得出，當然有科學根據，唔係信人中醫西醫，而係信科學。記住，唔能夠信故事。比方，光頭嘅男人一般儲咗濃密嘅鬍子，於是有人解釋皮膚幫助散熱，濃密嘅鬍子令頭嘅皮膚唔容易散熱，結果便脫髮幫助散熱。正確解釋嘅，因為性交好少，大量嘅精液谷喺身體，精液中嘅雄激素被轉為20雄激素 dehydrotestosterone CDHT， 而令毛囊凋萎及脫髮。所以乜理論都必須有科學根據，否則便是江湖佬。